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专员到齐，除了启帮2位议员派助理来出席，还有参选的新人蔡宗豪甲姚振宇，伫地方党部主委林进旺的带领，全力来消停市长提名人谢龙介，凝聚国民党的大团结。谢龙介，加油！谢龙介，加油！龙介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他在全国的知名度都非常的高。那我们相信说，我们推出谢龙介议员出来参选这一次的市长，其实民进党现在都心惊胆战，然后那大家也看得到龙介议员他的 power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不管是在议会、在中央，他都是为了我们国民党，为了我们的人民，他是最敢讲的哈，包含在媒体上，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哈。党提出资深的谢龙介议员呢，关市合并前呢。伊拢咧监督市政，台南市的未来要拜托市民大家来甲指导，牵成咱谢龙介。首次以市长提名参选人的身份出席记者会，谢龙介表示，民进党伫台南执政30担无轮替，有违背民主的价值，希望乡亲好好比较，过去严格监督市政，未来当选市长当然嘛受人监督。强调做不好，适当的换人做。其他政党哦，你是究竟是要来监督执政党？那他已经把我们看成执政党了。所以我过去监督别人，当然现在我们要执政就要接受监督，这是理所当然啊。我们也会坦诚的公开接受台南市民全面的监督，因为当你有了政权以后，绝对的政权很容易造成绝对的腐化。我们将来执政的团队也是一样。坦然的面对全台南市甚至全国国民的一个公开监督，国民党就是全部凝聚在一起。我们在艰困当中，但是我们知道努力向上，团结一致，而且选民呢求变求新，这个期待相当的迫切。我们所有在各区的民意代表、从政同志受到太多的请托事件跟陈情，所以这个团队呢，市政府团队这4年来没有办法满足市民对台南市想要快速进步的期待，因此我们有信心在11月26取得这个胜选，会有越来越多的市民愿意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出发。谢龙介强调，自从受提名以来，备受执政党或者是其他政党严格监督，甚至是批评。谢龙介表示，如果若无这个声量，因嘛未来。以国民党16席的议员席处，绝对有当选市长的实力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